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有建設、有破壞，有破壞、有建設。香港新一屆立法會選戰正酣，輿論陣地上熱鬧非常，保皇派、反對派、建制派、泛民派、保守派、激進派之類嘅標籤滿天飛。其實目前香港嘅政壇同埋社會上，保皇派、建制派不過就係破壞派。香港破壞派嘅出現，早喺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成形。佢嘅背後嘅身影時隱時現，呢兩個身影嘅存在無可置疑。破壞派嘅使命就係要不惜一切手段玩殘香港。目前香港嘅建設派同埋破壞派正喺立法會選舉中進行住一場激烈嘅較量。建制派就好似一個小孩，少不更事，看似得勢，卻係險棋，極其可悲。建制派為破壞派張目，玩殘香港無可置疑。中國收返香港主權，卻管治唔好香港。呢幾日學民思潮仍然成為香港嘅焦點。建設係人類生存嘅必要，係人類進化嘅必要。所以人類歷史嘅主流只能夠係建設，而唔能夠係破壞。香港亦都係咁。破壞派借題發揮咁再三強調，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為選舉製造議題。一旦引起市民反感，等到9月9號一過，立法會選舉結果揭曉，建制派喺選票上得不償失，佢哋最大嘅利用價值就立即消失。香港街頭多幾個破壞派，又豈能阻擋得住香港建設嘅巨輪滾滾向前呢？